2024年电视剧市场竞争相当激烈，许多日剧、韩剧、美剧、国产剧纷纷官宣在2024年上线。对于爱追剧的朋友们来说，可谓一大福音。那么2024年待播剧有哪些？2024年最新上线的电视剧哪部好看？下面细说，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4年最新电视剧排行榜，既有2024年正在热播的大剧，也有即将上线的新剧，一起来了解下吧。看看你最期待哪一部？一繁花，2024开年大剧《繁花》是由王家卫担任总导演监制，胡歌领衔主演，马伊琍、唐嫣、辛芷蕾主演的当代都市剧。该剧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，故事将围绕阿宝展开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煌煌大时代，人人争上游，阿宝也变成了宝总，成功过，失败过，在沪上弄潮儿女中留下一段传奇。有过金碧辉煌，有过细水长流，男男女女，涨涨跌跌，道尽一个时代的情谊与至真。旅人第二季，旅人第二季是由福格斯·奥布莱恩执导，哈里·威廉姆斯、杰克·威廉姆斯编剧，詹米·多南、丹尼尔·麦克唐纳等主演的悬疑惊悚剧，于2024年1月1日英国首播。该剧讲述在澳大利亚内陆的冒险经历。过去1年后 ，Elliot 和 Helen 一起去往了爱尔兰。因车祸导致严重失忆的 Elliot 决定是时候重新了解自己的出身了。来自他过往生活的危险旋风，却将两人卷入其中。侦探夜之国度，美剧《侦探夜之国度》是由伊萨洛佩兹执导，伊萨洛佩兹、阿伦佩吉编剧，朱迪福斯特等主演的罪案剧，于2024年1月14日首播。该剧为侦探系列第4季，剧情设定在阿拉斯加州的长夜里，运行着 Silo 北极科考站的6个男人突然失踪。两个警探 Liz Danvers 和 Evangeline Navarro 要一边面对自身的阴暗面，一面努力挖掘出永恒的冰封之下埋藏的真相。至光之君，至光之君是由日本 NHK 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大河剧，由中岛由贵、佐佐木善春、中泉辉等执导，大石进编剧，吉高由里子、柄本佑、岸谷无郎等主演，于2024年1月7日在日本播出。该剧讲述了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子世部凭借才华与努力，在不断变化的乱世中幸存下来的故事。请和我的老公结婚，韩剧《请和我的老公结婚》是由朴元国执导，深入谈编剧朴敏英、罗中赞、李一庚等主演的悬疑复仇剧，于2024年1月1日在韩国 TVN 电视台播出。该剧讲述了女主江志苑亲眼目睹了丈夫朴敏焕和闺蜜郑秀敏出轨后，被两人杀害后，奇迹似的回到10年前。为了改变未来，她决定将自己的命运转移到闺蜜身上，展开一场复仇大计。奇今朝，奇今朝是由刘国南执导，徐凯、虞书欣领衔主演，付辛博、万鹏、白宾可等主演的古装奇幻爱情剧，于2024年1月18日在腾讯视频播出。该剧改编自国产单机游戏《仙剑奇侠传6》，讲述了岳今朝与岳奇联手同道伙伴，将阴谋主义击破，踏上行侠仗义旅程的故事。风华往事，风华往事是由高升忠、于琦执导，盛一伦、穆婷婷、王明铎、刘宇乔、秦海璐、马苏、吴谨言等领衔主演的民国年代剧，于2024年1月15日在爱奇艺、腾讯视频播出。该剧讲述了1910年至20世纪末上海租界中战火与歌舞纵横交错的十里洋场里，由小报记者成长史串联起来，发生在10位女明星身上爱恨情仇的故事。牙郎，钢之继承者，牙郎，钢之继承者是由松田康阳、田中佑和木村好客联合执导，立山行、黑谷友香、秋元圣人等主演的动作奇幻剧，于2024年1月11日开播。该剧是牙郎照耀黑暗之人首播10周年纪念制作，讲述拥有黄金骑士牙郎称号的魔界骑士道外留鸦，经历重重考验，斩杀食人魔兽霍拉，成功阻止破灭之门的开启。拉布雷亚第3季，拉布雷亚第3季是罗恩·安德伍德执导，娜塔莉·齐尔、欧文·马肯、西克·奥孔科沃等主演的科幻电视剧，于2024年1月9日在美国首播。该剧集悬疑、科幻、冒险和人文关怀于一体。第3季将穿越地点放在1万年前，那个时代北美洲许多著名的大型哺乳动物都将登场。恶魔附魂，恶魔附魂是由查理塔·苏安珊、提迪瓦利帕、拉塞、索纳拉姆泰皮塔克等主演的泰国恐怖剧，于2024年1月8日首播。该剧根据北方民间的鬼怪传说故事改编，讲述一个邪恶的灵魂潜伏在一个木质木偶中，强烈的想要报复任何在他活着时伤害过他的人。